好，我要帮我儿子报户口。好，我爱同阿奶报户口。好，我爱同阿奶报户口。哇，好可爱哦！依萍，恭喜啊！孩子多大了呢？哇，还等人寫個，依萍，恭喜哦！生日要去睇咧！哇，還等人寫個，依萍，恭喜哦！生日要去睇咧！1個多月了，一個2月嘞，一個2月嘞！恭喜你哦！財富人丁都興旺，恭喜哦！財丁兩旺，恭喜哦！財丁兩旺。還好啊，你們在60天內來登記，不然要被罰300元以上呢。該在年齡到60日內來登記，那麼會罰300塊以上呢。依萍，日生該在年齡到60日內來登記，那麼會罰300塊以上呢。依萍，日生。依萍，你看，小孩長得像爸爸一樣聰明，像媽媽一樣漂亮，像爺爺一樣勤奮耶。你呐，唱也聰明，唱愛講，唱給他1000萬。你呐，唱也聰明，唱愛講，唱給他1000萬。真的嗎？謝謝。有獎冇？羅拉。有獎冇？羅拉。來，請你填寫這張申請書，名字取好了嗎？來，請寫了張申請書，名要按好了嗎？來，請寫了張申請書，名要按好了嗎？我們這邊還可以領生育津貼補助1萬元。哎，有帶身份證嗎？我們地方還是得領生育津貼補助1萬塊。有帶身份證嗎？我們地方還是得領生育津貼補助1萬塊。有帶身份證嗎？有哦，在這裡，張永志，張永志，安姑姑。有啊，頭條行張永志，安姑姑。哇，永志笑得多可愛啊！將來一定很聰明。哇，永志笑起很得人寫個，將來聽出真聰明。哇，永志笑起很得人寫個，將來聽出真聰明。我每天都跟他說好多話哦。我當日都同佢講當多話哦。我當日都同佢講當多話哦。每天看着他一天一天長大，我就開心了。當你看見佢日胖態，我是歡喜嘞。當你看見佢日胖態，我是歡喜嘞。阿公阿婆一定也很開心吧？阿爸幫妹聽出沒當歡喜哦。阿爸幫妹聽出沒當歡喜哦。他們每天一醒來啊，都眉開眼笑。叫人當日一上床，看用笑面；叫人當日一上床，看用笑面。第一件事就是來報永志呢。第一件事是來南永志呢。第一件事是來南永志呢。真好。對了，依萍，剛好我們附近的媽祖廟有在贈送寶貝祈福袋，很好呢。還有依萍，嘟好，我們附近的媽祖廟有托送寶貝祈福袋，很好呢。還有依萍，嘟好，我們附近的媽祖廟有托送寶貝祈福袋。等等你手續辦完，可以去看一看哦。等下手續辦好，是得去看下。等下手續辦好，是得去看下。希望小朋友快快平安長大。希望生日是得平安泰康。希望生日是得平安泰康。好的，謝謝。好啊，羅拉。好啊，羅拉。這是最新的戶口名簿，規費30元。
这是清新街户口名簿，规费30块。这是清新街户口名簿，规费30块。请问你要顺便办理小朋友的健保卡吗？请问你顺刷办理小朋友的健保卡吗？请问你顺刷办理小朋友的健保卡吗？好啊，麻烦你。好啊，麻烦你。好啊，麻烦你。请你填写小朋友名字、出生日期。请写小朋友的名、出生日期。请写小朋友的名、出生日期。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是 B123456789。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是 B123456789。小朋友的身份证号码是 B123456789。现在啊，我们都会同步通报健保局，它就会自动加保。另外，我们做下会同步通报健保局，其次会自动加保。另外，我们做下会同步通报健保局，其次会自动加保。小朋友是跟爸爸投保吗？没错。小朋友是填阿爸投保险吗？我唔错。小朋友是填阿爸投保险吗？我唔错。好，因为小朋友是第一次办健保卡，不收费。好，认知小朋友是第一摆办健保卡，唔是收费。好，认知小朋友是第一摆办健保卡，唔是收费。健保局跟我们有跨机关连线，健保局同我们有检机关连线。健保局同我们有检机关连线。2到3个工作天就会将健保卡寄到你家。2到3个工作日是我同健保卡寄到业务卡。2到3个工作日是我同健保卡寄到业务卡。请问是要寄到户籍地址，还是其他通讯地址呢？请问是要寄到户籍处址，也是其他通讯处址呢？请问是要寄到户籍处址，也是其他通讯处址呢？哇哦，这么方便啊！那请你寄到户籍地址就好。哇，按方便。请寄到户籍处址是好。哇，按方便。请寄到户籍处址是好。好的，这边也有注明小朋友是依附家保。好啊，列行没有注明小朋友是填阿爸家保的。好啊，列行没有注明小朋友是填阿爸家保的。我们资料都传送出去了。我们资料做下传送出去嘞。我们资料做下传送出去嘞。这里是健保局的服务专线。这是健保局的服务专线。这是健保局的服务专线。以后有什么状况，你只要报小朋友的资料，健保局一查就知道了。下次摆有乜嘅状况，唔单请报小朋友嘅资料，健保局一查是对嘞。下次摆有乜嘅状况，唔单请报小朋友嘅资料，健保局一查是对嘞。麻烦你点一下，这里是生育津贴1万块。麻烦你点一下，呢度係生育補助1萬。麻烦你點一下，呢度係生育補助1萬。这边请你签名。呢位請簽名。呢位請簽名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恭喜哦，依萍。好，安尼就是得嘞。恭喜哦，依萍。好，安尼就是得嘞。恭喜哦，依萍。